每日讀經靈修系列，靈動每天。耶利米書下第12日，釋放奴隸的故事。閱讀經文，耶利米書34章1至22節和修本。選讀34章10至11、17節。所有前來立約的領袖和眾百姓都順從，各人釋放自己的僕人和婢女，使他們得自由，不再叫他們作奴僕。大家都順從，將僕婢釋放了。但後來他們又反悔，叫被釋放得自由的僕人婢女回來，強迫他們仍為僕婢。所以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不聽從我，各人不向弟兄鄰舍宣告自由。看啊，我要向你們宣告自由，把你們自由地交給刀劍、饑荒、瘟疫，並且使地上萬國因你們驚駭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今日靈修嘅經文係第34章，接住連續5日嘅靈修，直到第39章，都係約雅敬同埋西底家年間嘅歷史事蹟。早喺24章嘅歷史背景，主前597年，猶大已經經歷咗第一次嘅被擄。今日嘅經文背景係主前589年，西底家年間。呢一位搖擺不定嘅君王喺巴比倫王稱雄嘅時期，佢選擇咗親埃及，導致巴比倫王率領大軍進攻整片猶大地，情況嚴峻，僅僅剩下耶路撒冷同埋最後2座嘅堅固城，就係拉吉同埋亞西加。耶利米佢奉上主之名，冒死去勸諫西底家，指出猶大危在旦夕，如果佢肯聽從上主，就不致被捕或者係被殺，反而能夠平安離世，得人民嘅哀悼紀念。當猶大地面臨全軍覆沒之際，西底家佢宣布釋放奴隸，免去猶大同胞受奴役，官員民眾服從王命，並且喺聖殿立約。呢一個舉動可以講係西底家佢秉行釋放奴隸嘅律法，討神喜悅，同時亦都係權宜之計，主人可以減輕糧食負擔，並且為軍隊增添壯丁。然而佢哋後來卻係改變主意，找回已經釋放嘅奴僕婢女，強迫佢哋再次為奴。經文12至到22節顯示事情並不簡單。嗰個喺聖殿舉行嘅釋放奴隸之約本為美事，而家係因為領袖違約，反而係變成褻瀆上主之名。原來埃及出兵援助，巴比倫軍隊一度撤離耶路撒冷。西底家同埋所有嘅領袖見到危機暫時過去，或許係因為奴隸嘅主人貪圖利益，就違背釋放奴隸之約。上主因此就藉耶利米宣告，佢以牛犢劈開嘅締約儀式去回應猶大子民，象徵背約嘅一方西底家王同埋所有嘅民眾將承受詛咒，被交喺巴比倫人嘅手中，猶大城鎮就必成廢墟。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立志行善本來係好嘅，但係點解就係做唔到呢？第二，面對利益誘惑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做出正確嘅選擇啊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呢個世界充滿利益衝突，當我哋感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嘅時候，求你幫助我哋識得返到嚟聖經嗰度，喺你嘅話語當中尋找智慧。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。